大家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有波牧师。今天11月4号，我们要分享的是重新建造平民的自洁行动。我们要读以斯拉记10章34到44节，也就是我们读以斯拉记的最后完结篇。先来读今天 RPG 的金句。所以你们要悔改，转向上帝，他就赦免你们的罪。这样，主会赐给你们灵力更新的日子，同时他会差遣耶稣，就是他已经为你们选定的基督来。使徒行传3章19到20节。今天的经文可以说是以斯拉记的完结篇，这里面记载了平民86个与外邦女子通婚的人。你也许会说，跟所罗巴伯回归的有4万多人，跟以斯拉回归的也有5000多人，最后数来数去不过是80几个人犯罪而已吗？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对整个以色列人的影响有这么深吗？然而我们从以斯拉发现百姓犯罪，便撕裂了他的衣服和外袍，还拔了他的自己头发和胡须，惊惧忧闷坐着。我们就不难发现，他看这件事情有多严重啊，严重性哦。所以当以斯拉来到上帝的面前祷告认罪悔改的时候，因为他的作为影响了所有以色列的男女老幼，在雨中聚集一起祷告痛哭认罪哦。从以斯拉记的第9到第10章，我们看到要除掉罪恶必须付上好大的代价。正如以色列人与上帝立约，他们要休掉外邦人的妻子和弃绝所生的儿女。我们听起来好像不近乎人情哦，就是好像没有这样情感，要斩断这样的一个罪的缠累，必须要下定决心，要很有毅力，要靠着上帝的力量。当然在新约，上帝是不允许随便离婚哦。我们也知道之前提到说，这其实也不是上帝下令了。但是当圣灵与我们同在的时候，就会对罪有这样的一个警醒，罪就不能够在我们的身上得胜。许多人接受上帝的话语的感动，那心中充满火热励志，但过不了多时，这热心变冷淡，不能够持久，结果呢是有始无终。所谓虎头鸟鼠尾啊，渐渐的就失去了在上帝面前的领受。我们应当持守在上帝前的领受，直到上帝的应许在我们身上成就应验，让我们始终如一能够领受成为我们的力量，走完上帝要我们走的人生路程。虽然这一次的自洁行动好像成功吗？看似成功，但是30年后，其实当时候也有一些人反对但30年后杂婚的问题又再次发生在尼希米记那边就有记载，这个无情的事实说明，仅仅是与外邦人断绝关系只能够治标，并不能够保证不再犯罪。
唯有时时刻刻敬畏上帝、顺服神保持警醒的心，与罪的言语行为和思想、意念断绝关系才能够从根本上杜绝犯罪，也才是治本的措施。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最后这一些的名单，虽然我们对这些平民的名字不认识或是不熟悉但是圣灵当我们看到这些名字的时候，会提醒我们，可能在某一些时候，这一些名字可能是代表着你跟我们的名字可能因着我们心中的欲望而软弱，而陷在罪中。我们的名单就是在这些罪的名单里面。我们是否在看上帝的话语的时候，圣灵提醒我们，能够像这些被激励的百姓一样，借着祷告，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感动，愿意做出远离罪恶的自洁行动。其实圣灵会提醒我们，当你祷告的时候，圣灵感动你，你就离开这些神不喜悦的这些的行为，你所说的话，你的思想，使我们能够在基督耶稣里面能够得着真正的自由。我们来默想，一个与神有交通的人，有可能还是会落在罪中，但是当我们落入在罪中里面，而我们知道悔改的时候，这就是灵里的觉醒。那我们也需要在罪恶的上面有敏锐的觉醒。百姓的觉醒对你我有何提醒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每一时刻都需要你，需要你的同在，需要你的慈爱怜悯我们，需要你的宝血，主耶稣，你的宝血来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就在我们能够坦诚来到你的面前，敞开我们的心，愿你的恩手来扶持我们，愿我们渴慕你的时候，你的主圣灵就常常用主的话来激励我们，督着我们，使我们能够回到你的恩典之路上面。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订阅并给我们鼓励与代祷。我是尤伯牧师，祝福您一天都充满平安、健康、喜乐。我们下次再见哦。